讲到风台过境了后，这东部铁路受损真严重，半暝又搁地动，这北回线、花东线早起搁长期上修了后，下晡有提早复驶，所以因为这东部地区的公路也是未通，交通局、航港局呢是有启动海运来斗三工，调度凯旋3号来斗载旅客，是往回花莲也搁疏。趁着天气好，工程人员用大型机具伫咧现场清运。所以下昼和拖着流砍掉的区域已经全部拢清理好势，随进行电力后置修复检查。4点左右完成汽车北回线正直畅通，第一帮上北的驾驶在场内2294新竹强号。从早上等到现在。哦，这样子哈。和仁崇德间哈，因为它那个路基其实不是很稳，那里都会慢行啊，慢行30公里。风台过境了后，花莲第31案又搁发生规模5.5的地动，花东线吉安到集合之间的无过溪桥、北桥台轨道方向无整，经过大致确定桥结构的安全无问题，而且用30公里慢慢驶过恢复行驶，也派人规工拢伫现场过。东部铁路虽然全线畅通，不过公路也未通，交通部要求航港局启动海运备员，凯旋3号随地中岛花莲4号来回载客。那海运的部分，希望能够及时快速的恢复大家的运行。空运的部分，我们也希望能够再加开班机往花莲。凯旋3号会当载368位旅客，航港局讲会当用航港局官方来有效，随地由花莲往苏澳的航班中到12点30分开船，苏澳往花莲下昼3点开船。请要坐船的民众提早1点钟报到，因若过来线空运的部分，民航局也协调业者开台北花莲加班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